你以為自己只係唔想煩啦，但其實你一直係逃避緊。以下3條問題睇下你真係懶啦，定係其實你逃避咗好耐呢？第一條，當有人問你點啊，你會唔會即刻想轉移話題啊？逃避型人格咧唔係唔開心，但係一怕一講咧就要面對真相，所以永遠就答冇事啊 ，OK 啦，算啦。但心入邊咧其實唔係咁諗。問題2，你一有壓力咧就會突然好想做啲無謂嘢，例如碌下 IG 啦，瘋狂整理房間、清潔啦、煮嘢食啦、發吽哣，呢啲全部都係逃避型嘅典型行為。心理學咧就叫呢啲自動分心反應。你唔係唔識處理問題，你係唔敢面對情緒。第3條，當有人想接近你啦，對你好啦，你會唔會忍唔住向後退啊？你唔係唔想親密啦，你係怕被拒絕、被需要、被依賴、被睇穿，所以你就會忽冷忽熱，突然間消失，明明唔在乎，但又唔敢講，因為親近咧就等於危險，呢個係你心入邊嘅舊信念。如果3條入邊你中咗2條，你唔係壞，你唔係冷漠，你唔係唔成熟，你只係受過傷，而逃避就係你用嚟生存嘅方式。如果你都中咗1條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一個種子。